好，我们各位经典同仁，下午好。好。这个我们这一次的17期经典黄埔班，是吧？由于大家学习认真，你看我们贴了也为我们做美，是吧？我们湖南前面2天一高温，看到大家来了就下大雨，这个是经典雨啊，是吧？这是大家来了，把财富都带来了。是的。啊，我们今天下午就很快就要学习结束，你看太阳又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次，由于大家的努力啊，这个学习很顺利啊，很顺利。我上个礼拜到云南已经1个多月不下雨了，哎呀，干得不得了，是吧？那个草啊，那个菜呀，都干了，是吧？那个树啊，干得在那里，朝天哭喊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个风调雨顺，是吧？好，那么今天下午呢，我想有3大内容啊，3大内容。第1大内容，我继续向大家汇报怎么抓好经典教育，怎么学好经典教育，是吧？经典教育，诵读经典，怎么与学生的品德、行为习惯结合起来？结合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任务，这是我们的任务。第2个呢，我们那天晚上啊，确定了有几位经验丰富的经典教育经验丰富的老师。那天晚上呢，介绍经验还没介绍完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一直记住啊。所以我们什么事要尽量的圆满，尽量使大家学得更好更多。所以今天下午还有几位老师啊，我留点时间呢，几位老师每人介绍10分钟啊。最后举行阶段的小结，去颁发我们这一次学习的结业证书。结业证书啊，结业证书结束以后，我们大家可以合影照相啊，专门安排一个照相环节，留下难忘的记忆啊。这个晚上举行联欢晚会，我看联欢晚会大家节目准备得很认真啊。昨天晚上有一些组11点了还在排练，今天晚上我看我们这个大家来以饱也福，好吧？好，我继续向大家汇报。第5点，学校开展经典教育应抓好的几项工作。这些工作呢，我认为一定要抓的，一定要做的。有一些做的花的精力多一些，有一些花的时间少一些。我在全国啊都在推动这个事。你没有做这些工作啊，他就做不好，做不长久啊，做不长久。做事一定要强调要有目标性，要有计划性，要有程序性，要有规范性，要有规范性，是吧？还要我们要讲究科学性。经典教育，抓经典教育啊，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随随便便去做的，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工程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系统、科学、有目标性、科学性，还要我们讲抓经典教育要有成效性。所以我是
在很多地方讲到8信啊、6信啊，是吧？你要有目标性、计划性嘛，是吧？程序性嘛，规范性嘛，科学性嘛，成效性嘛，要有成效，不是我们大家努力没有什么成效，或者效果不大，是吧？所以我提出6信8信，你们自己去发挥的，是吧？第一点，我觉得要成立机构，成立机构，学校里要成立以校长为首的经典教育领导小组。啊，我们老校长来了，是吧？各个学校来了，园长来了，你至少有3个人抓这项工作。我们台湾同胞，昨天晚上我们黄老师，香港的黄老师，是吧？提出来，我们台湾同胞啊，想到大陆啊，他们已经这个住在大陆了，是吧？在大陆买了房子了，在福建，在广东，我们还有一些在内地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海外侨胞，是吧？要回到大陆来办经典教育，怎么办啊？也要成立机构。我们读经典要用经典，今天吃饭我也谈了这个观点。我们每一届培训我都讲，子曰：“名不正，言不顺，言不顺，事不成。”是吧？你首先推广经典教育，你要有一个名啊，要有一个名，取个什么名字呢？你要有个机构啊，这是大陆的特点。我看全世界都应该要学习中国这一个中国成功经验。不能做什么事，你要有个机构，要有个经典教育机构，要成立个这样一个公司，或者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，或者来去开办一所学校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讲，这个经典中心怎么成立啊？你学校是很难批个小学呀，批个中学呀，那就有条件，并不是批不到。我们大陆办幼儿园有规定的，办幼儿园必须这个场地要有90个人，最低幼儿园不能少于90个人，不能少于90个人。那么场地上要有运动场，要有教室，要有学生生活中午休息的地方，要有厨房。幼儿园、小学它特别强调的有2个东西，一个是运动场，要有运动场，第二就是安全，你周围不要有高矿、有水塘。它因为办教育第一是安全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座的很多园长、校长有体会的。现在的教育第一是安全，第二是质量。你们记住了，第一是安全，因为我们国家政府越来越重视小朋友的这个安全问题、健康问题，所以要把健康摆到第一位，安全摆在第一位。所以你选择的要租一个场地，我告诉大家，要尽量住在1、2楼。1楼、2楼，他为什么你住到10楼、20楼去了、7、8楼去了？他小朋友家长送小朋友来不方便，不安全。你坐电梯，假如有紧急情况呢，你怎么疏散呢？不好疏散。所以我们这个机构我在这里一并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你们选场地，选在小区有环境的、有运动场的。没有水塘的，没有水池要或者很高，小朋友不能跌下去的，是吧？你要选好这个场地，不要选到很高的楼，最好也选到呢能够
家长送孩子比较方便，家中有经济情况能够疏散，周围有空地有消防通道，这是我们要学。那个名怎么学呢？到教育部门你要去批，也可以批得到。到教育部门批，你批学校它就有规矩的，小学要多大，土地要多大，校园面积要多大，初中那就要求更高了，是吧？大学我们在大陆办大学必须有500亩土地，有5个亿，500亩土地，政府教授要有100个政府教授，还有很多规定，5个亿。那么我们在座的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可能到大陆呢，你办那个经典，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？中华经典国学馆，国学馆，是吧？现在不能叫做私塾了。今天上午一个记者来采访我说，一个报社的记者，我就讲你这是现在还讲什么私塾啊？不懂教育，不懂政策，是吧？现在还有么子私塾啊？私塾已经成为历史。我们现在又换一个名字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叫做国学馆、国学经典教育中心，是吧？古诗文学习中心，我们叫经典学校，这个可以，叫国学馆嘛，国学馆这个名字很好听，是吧？你私塾已经教育部国家已经成为历史了，他不会批私塾了，私塾是过去的历史产物了，是吧？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，是吧？那么就是国学馆，那么或者叫做经典教育中心，或者叫做中华传统文化辅导中心，是吧？那么的教育部呢，教育部门去批呢，你只讲是中华传统文化辅导中心、中华古诗文教育中心，这个可以批的可以批得到。但是你要批的告诉他，你不是全日制学习，全日制整天学习批不到的，全日制就是整天白天都在学，批不到的。你要说他是业余的，业余放学以后，礼拜六、礼拜天、寒暑假，这个东西很重要的。你只讲是寒暑假、礼拜天，是吧？放学以后，所以我叫做辅导大家来学国学经典教育机构。教育部门办不到，你就到工商部门去注册。工商部门注册10天1个礼拜就批下来了。工商部门注册要怎么注册呢？这个牌子要怎么注册？叫做你取个名字比如你看有些取了，我给我们有些取了华夏协德、华夏之星，是吧？人之初国学教育咨询中心，叫做文化教育咨询公司，叫做某某文化，你取个名字嘛，是吧？养正弘德明德弘道都可以你都可以取个，叫做文化经典文化教育经典文化教育咨询公司，你只讲咨询公司，经典文化咨询公司。你咨询公司马上就批了，你到区一级的注册10万块钱，5万块钱也注册可以，市一级的10万块钱以上嘛，省一级的要200万，注册资金要200万，是吧？现在也很放松了，你200万降200万降100万，你开始少一点，分几次把注册资金打满也可以。我们不需要注册那么大的公司，你注册10万块钱就可以了。你朋友凑10万块钱嘛，借10万块钱，自己有钱就更方便嘛，是吧？你就按工商的要求去办一个这样的机构，某某我们完了你就办一个，我们赖老师我们赖老师，台湾的赖老师，他在厦门
啊，他要注册一个，你就注册一个经典某某经典文化教育咨询公司。哎，你这个公司就来，教育部门很难批到嘛。那个公司你利用放学以后，寒暑假、星期六、礼拜天晚上来组织大家学经典。有个时候，白天也来学，这个叫做我们大陆叫做打擦边球，是吧？擦边球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刚好，过去一点呢就违规了，这样的呢还是国家允许的，是吧？国家允许的，就说我还是一定要有名呐。第二，我是有国家的法律啊，我是独立法人呐。因为你办教育啊，做什么事没有法人，他为什么国家也要强调法人？就是给你增加责任。你没有法人，就怕你不负责任。出了事，政府不好找你。你到哪里去找你啊？你有公司的，你注册的，是吧？你在哪里，我就可以找你。另外呢，你那个学习场地啊，这个比如说公司的场地，国家有要求，它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检查。所以这个机构我在这里就一并讲了，你也要制定计划，马上制定，你要做一个办学的方案，开展经典教育的一个工作方案、工作计划。